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相信今仔日的感觉是跟以前的礼拜无相款，有满满的喜乐伫咱的内面。这个礼拜是教会教育事工礼拜，咱有真侪细囝来遮为咱献诗，带咱做伙敬拜主，就互咱看见咱双人教会的望，嘛看见咱教会是一个看重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教会。上帝嘛赏赐咱有真侪真好的主日学的老师兼同工。宗教教育实在真正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囡仔要阁袂晓分好歹的时阵，咱阁较需要紧紧将耶稣介绍互伊，若无伊就会互世界甲教一寡毋是对上帝遐来的价值观。伫这个社会，毋是有钱、有学问、高学历的人就会较幸福。因相款会忧郁、会烦恼、会有无想要搁再活落去的想法。伫美国纽约、曼哈顿遐，嘛真侪流浪汉，是高学历的。当你想要介绍工课互伊，伊无想要做。伊连看要选一个无压力的生活，所以高学历并毋是保证就是有高成就。有高的成就，嘛无保证伊的生活就的确幸福快乐。伫箴言14章26节、27节，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的大瓦克，伊的囝儿要撇难数。敬畏耶和华的，就是生命的泉源，会当互人离开死亡的落网。教会伫10月初6开始有查经班，是咱会当认捌上帝、认捌圣经上介好的机会。独咱爱先来受教育，咱才有办法认捌咱的上帝，因为认捌圣经内底所讲的话，对上帝就会搁较侪认捌了，咱的信心较会愈大。若无信心，只不过是停留伫个口号而已。一个人若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伊来改变咱，伊就会当进步搁较侪。愿咱拢愿意谦卑家己，互咱的生命会当一直进步。教育堪受教育，被教育，这拢是一世人的功课。只是咱当心来记得，听世间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参与伫即场的礼拜中，阮看到遮尔年轻的生命活泼，阮的心就欢喜。相反，阮嘛看到阮的责任嘛搁较重，阮爱有一个好的模范，互因来看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实在是无够格，阮需要常常受你来提醒。愿你即时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听见你对阮讲话的声音，互阮会当知影你的心意，互阮会当顺探你。一世人拢来互你欢喜，互阮得到活泼的生命。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逐摆阮也听到圣经箴言22章15节，伊安尼讲：牛戆的囡仔，囡仔的心互牛戆甜着，管教的锤仔会甲牛戆赶走。就互我想起我细汉的时，我的成绩单常常是咧，那亲像咧害参秋。若即摆考了好，无互人骂，后一摆就考较真惨。我常常毋知影讲读册是为着啥物，嘛毋知读册是有偌重要。即摆回想起来，我实在是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伫咧教育顶面、读册即方面对我的教示。父母教示囡仔出发点虽然是好，不过嘛是有的父母非常的严格。等到伊的囡仔
摕到高学历的时阵，伊的心内就怨恨伊的老爸老母，甚至有的囡仔读了上界悬迄学历了后，伊感觉伊所读的是为伊的老爸老母读的，所以伊感觉已经完成了老爸老母的期待，就选择结束伊的人生。因为囡仔细汉的时，伊还毋捌，伊敢若感觉是大人是安那常常咧甲我骂，因一定是无听我，因一定是厌恶我。到一个地步，因家己嘛是无法度介意因家己，就安尼渐渐大汉了后，无论因真正有偌优秀，伊的心拢无接受伊家己，伊无感觉伊遐敖。伊的心嘛是空虚的，所以咱爱伫囡仔伊的内心，爱用更较侪时间去听伊，去做一个爱的存款。今仔日咱坐伫咧教会每一位，我相信拢是对教育非常看重的一群人，因为恁愿意坐伫遮来听上帝的话，就显明恁的心意。咱拢是属伫迄愿意学习的迄群人。嘛是相对看重教育的人，因为咱想要爱咱的人生，会当活了更较好、更较有意义、更较有价值。但是这个期待是需要不断对跟上帝的价值观来对齐，爱互上帝不断来甲咱调整，才会当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因为咱人有罪性。含罪行，互咱的价值观已经离开上帝的标准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咱需要每一个礼拜拢来到上帝遮，互上帝小可甲咱调一下。咱人对出世，就互父母、教会、学校、社会不断来教育咱。若总讲有人掠准讲，家囡仔送来教会、学校。安尼父母就无责任，安尼就大毋对啦。因为父母的观念是影响到伊安怎教育细囝。教会甲学校会当做是非常的有限，上介好的方式就是父母爱看囡仔做伙成长。我伫咧赖顶面看到有2个囡仔写互父母的2张批，一张是一个死刑犯写互伊的父母的，我来读互大家，我选部分来读。这是死刑犯讲：爸爸妈妈，明仔载我就要受死刑了。我嘛毋知啥，我的人生会行到这个坎站，但是往事一幕一幕铺伫咧我的眼前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爱看电视。毋认真食饭，你就一喙一喙饲我食。我掠准讲生活原来是遮尔享受，原来是你无想要互我的衫拍垃圾，因为佫较麻烦的就是你。20岁迄一年，我看别人拢摕手机啊新的，我嘛想要换一个新的手机啊，我就甲你讲。妈妈，你若甲我换手机啊，我就常常敲电话给你，你就马上摕3万块给我，但是我无敲电话给你。24岁，我毕业迄年，你拜托人伫咧大公司找一个头路给我，我煞掠准讲，大学根本都毋免认真读，我的妈妈就会当帮我找到一个好头路。原来你是拜托了真侪人。才帮我找到一个好头路。32岁迄一年，我跋筊欠了几千万的钞，你气甲破病倒咧，但是你有缘帮我还清遐个债务，我就知，不管我发生啥物代志，你就是会甲我帮忙。35岁这一年。你无法度搁再帮我的忙啊！因为我抢劫，搁跟人斗阵去杀人，听到死刑的时，听到我被判死刑的时，
你说来没？天公伯也无公平。你讲你辛苦一世人，才会得到安尼结局咧？其实是你用疼做面具，一摆一摆就走我成长的机会。你一摆一摆剥削我生存的能力，搁一摆一摆就走我对人生负责任的学习。原来我根本无大汉过，错误的疼是两代人痛苦的代价。原来教育是无法度去定心来的。另外一张批是一个 CEO 执行长写予伊的爸母的批，伊安尼讲：爸爸妈妈，明仔载我就搁要开一个新的工厂，会当行到这一步，我实在爱感谢恁，教我安怎负责任。我抱着感恩的心，一幕幕铺伫我的眼前，就是细汉的时，我爱看电视，看到袂记要食饭，无想要食，你就甲我讲，你这样若无要认真食饭，你得要到明仔载。我想讲，你是咧甲我凊彩讲的，无拍算我行去厨房，真正找无一个物件会当食。我就知影你要教我安怎家己负责任。20岁迄年，我看别人有新的手机啊，我真爱。我甲你讲，我想要换手机啊。你讲，你手机也无歹啊，就安尼用就好。若无，你家己去拍工趁钱买啊。24岁迄年，我毕业，想要创业。你叫我免急。先按基础学起来，等有经验的时，才去讲。2年过了后，我真正决定要开公司。你着借我10万块，佮甲我讲4档后，你要还我钱哦。35岁这年，我的公司佮买一个新的工厂。遐讲你真热心的亲戚朋友，拢毋敢佮再讲话啊。听你的后生敬上，听完这2张批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个感触，特别是囡仔已经大汉的是大人。有一个犹太妈妈，伊教育囡仔的秘诀是讲：心软是害，硬心是疼。什么人疼惜囡仔？总有一天就爱为伊的囡仔包扎伤口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家想起来，当代志发生的时，毋是干那包扎囡仔的伤口，敢毋是包扎父母的伤口呢？求主互咱做是大人的，有管教囡仔的智慧。教育实际讲起来，嘛毋是亲像这2张批写的遮尔啊简单。有太侪因素，拢会影响囡仔伊个成长的个性、行为。除了咱父母管教囡仔，是毋是有徛伫个公平、公正的立场，甚至咱是毋是伫个理性，毋是伫个情绪上的时阵伫管教因，甚至咱是毋是用基督的疼、牺牲的疼、永远无改变的疼。做咱教育囡仔基础呢，这因素拢会影响到咱囡仔自我认捌和自我的肯定。当然，囡仔若离开咱的目睭，离开厝邻，伊要拄到什么款的朋友、老师、环境，咱拢毋知。这因素拢会影响到伊的个性。但是责任上介大的，永远是咱做人是大的。每一个年龄层的父母的课题拢无相款。感谢主，咱有圣神会当乐意来管教伊所听的咱每一位，包括咱的细囝。嘛，不管讲检查，你会感觉哦，我无囡仔通好管，我无结婚，但是咱每一个人
的价值观，嘛有关爱看上帝的标准来对齐，有需要继续搁再进步。咱父母嘛是需要上帝搁较济来甲咱管教，只有咱父母有对的观念，咱才会当互咱囡仔有对的观念。安尼讲起来，父母要爱安怎来做呢？第一，咱得爱自信，伫上帝伊的心意到底是安怎？我伫 YouTube 有听到一个中国的外科医师伊的见证，伊讲伊信主是对伊的朋友传互伊甲伊的太太。这个外科医师信主了后，有一日伫咧路林拄到一个主内较资深的老兄弟，因为这位老兄弟知影伫因的系统内面，外科医师的回扣是非常的济，所以这个老兄弟就问这个外科医师讲：“即摆你信主啊，你有咧摕回扣无？”这个医师因为伊信主啊，互主改变了，伊嘛知影伊爱诚实，伊就甲伊讲有。这个老兄弟就甲伊讲：“你信主了后，你若无改变，你就毋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你的生命嘛袂长大。”这个外科医师心内非常的艰苦，闷闷不乐，因为伊70%的收入拢是按这回扣来的。伊所穿的名牌打扮，伊皮夹子里面拍开的信用卡、金卡、俱乐部的卡，拢是这的回扣来付的。所以，伊真歹马上接受这个建议，伊就凊彩甲这个老弟兄应付一下，讲啊，好，我知。伊想讲，反正以后检测咱就袂阁拄着啊。无想到一两礼拜后，又原伫路林搁再拄着一个老兄弟。这位老兄弟上款搁再问小象的问题：你是毋是还阁有咧客？这个医生真正非常的气惨，嘛是甲伊讲有，然后阁是一个对话了后，就来离开。等伊到厝里的时阵，这个外科医师伊的心真正是气惨，伊就甲伊的看守问，伊讲：“咱信耶稣到底是要信真的，还是要信假的？”伊的看守讲：“当然嘛是信真的啊！”我真正是听了非常的感动，这个兄弟真正是得到了一个上介好的看守。伊就接续甲伊的太太讲：“如果咱要信真的，安尼我以后袂使摕回扣哦。”伊的太太嘛讲：“好啊。”就安尼，伊虽然知影伊爱安怎做，但是按伊决定无爱摕回扣，到伊真正去找院长，讲伊想要换单位、换部门的时，已经是半年后。伊就拜托院长家调去一个做秘书的工课，兼做教学的工课。安尼伊就会当离开迄个被有害试探的环境。伫调职1年了后，伊的同事一个拢互调查局约谈，嘛有人互抓去关，敢若伊一个人完全无代志。一个愿意听上帝提醒，并且照上帝真理去做的人，第一个就是伊家己得到利益，伊厝里的人嘛对咧得到这个福气。所以咱听道理，咱听到，咱就爱去行。就亲像这个外科医师相款，伊听到，伊知影伊爱去做。纵使伊做袂到的时，我相信伊嘛用真侪祈祷求主来帮助伊。
伫即个见证内底，咱嘛爱看到内底迄个可贵的所在，就是过去伊检菜无感觉摕这钱是对毋对，伊感觉大家拢嘛安尼做，但是信主了后开始价值观就无共，所以当咱啊对一寡毋对的代志开始有感觉的时，我要恭喜恁，恁已经伫主的听内面渐渐的改变，改变做愈来若亲像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因为检测有真侪人会感觉讲，信主毋免信甲遮尔迷，何必牵钱过袂去咧？但是只有真理会当互咱得到自由，并且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。咱若贪恋遮金钱过头，咱是反倒转会去互遮金钱甲咱捆绑掉咧。咱的损失是超过这金钱所会当算的。咱若愿意受管教，受上帝的管教，咱就会当得到平安。基督徒一世人要打拼努力的，就是要顺探上帝的诫命。所以当咱若行偏的时，上帝伊就真欢喜差派圣神来光照引带咱行倒来正路。检察你讲，上帝我也看袂到啊，我免来知伊的想法是啥物咧？上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当你的心内有一个不安的感觉，真侪是对圣神遐来的，咱得爱珍惜。一个愿意接受管教的人，伫管教的迄当时是袂感觉欢喜的。就亲像即个外科医师或者老兄弟讲的是，我相信伊嘛无欢喜的，但是最后落尾一定会得到福气。一个心内健康的人，伊是毋惊别人甲伊纠正的。就亲像大鼻王，当先知拿单指出伊的犯罪事实的时，伊无否认，伊紧紧悔改认罪，接受上帝对伊的刑罚。一个基督徒就是应该爱往这个方向去行，是会通互人甲咱批评、含指教的。当咱互人批评、指教的时，咱爱先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毋是生气、愤怒离开上帝，甚至离开教会。安尼就会亲像扫罗王对家己的罪，不但无承认，阁找真多理由来继续背逆上帝。直到最后，伊含伊的囝儿拢灭无。顶礼拜参孙的故事讲的嘛是相款，毋肯听别人建议的，到尾伊的结局嘛是灭无。当咱甲咱讲对的代志的时，咱愿意被修正、被调整，这是上帝上欢喜的。亲像这个拜师，牧师团决定，咱今仔日的礼拜的天数，爱照着长老教会教制下面，传道书是袂当祝福的，会当祈祷，但是袂使祝福。所以伫拜师，阮就甲即个天数排落来，就是伫我讲到了后，会有一个风牧过的牧师来祝祷，我的心内就开始受管教。我就感觉过去我都拢毋免麻烦别人，我就安头到尾。哎，哪有即个改变？一直到今日透早第一场礼拜，上帝就互我知影，伊爱我学的就是谦卑顺服伫即个体制下面。所以，互修正、含调整，其实毋是一件欢喜的代志。但是我感觉我愈顺服，我内面就有一个喜乐走出来。我真正感谢上帝呼召我，佮用逐款的环境来教导我，互我不断的进步。当然，这个进步我家己上知影吼。
所以我真正是感谢上帝，无看我年纪已经遮尔大，又愿要使用我。当咱知影咱需要调整的时，毋是遐尔容易的。就亲像这外科医师嘛，经过半冬才做最后的决定。所以当咱有迄个看见的时阵，咱来求上帝，互咱有迄个勇气和决心。当伊愿意决心无爱搁再摕回扣的时，表明伊爱决定要过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。这是需要心中去考虑的，甚至伊搁爱忍受检测同事中间对伊的讨厌，因为因会惊伊变做一个尿白啊。但是真正一个基督徒是应该爱清洁、勇敢，毋惊互人厌恶的。父母所做的行为是会影响囡仔。如果这个医生伊要决定改变，以后伊的囝儿嘛是会学习伊所做。所以当咱若互主管教的时，咱若愿意顺服、谦卑来求问上帝，你爱我学的是啥物？咱若赢过咱家己肉体的感觉，真正顺趁主的旨意去行的时，咱要用主的教导来教导咱的囡仔，才会有好的效果，才有能力，才有属灵的能力。伫主的内面管教囡仔，是会当互伊一世人拢得到福气。讲到管教囡仔，若做过老爸老母的人就知，这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课。但是咱爱会记住，咱千万毋通伫咧受气、情绪的中间来骂咱的囡仔来甲伊管教。咱的管教嘛毋通敢若找115，等我有闲我才来管教，我无闲是放互伊死过去。安尼无继续管教的效果是非常的无好，是毋是会变做囡仔拢来看咱的目色，毋知影真理伫咧倒落。所以管教囡仔是爱随时放伫咱的心内底。这讲起来是真简单，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。上界重要的，咱搁爱甲囡仔带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亲自来管教因。因为有的囡仔伫咧大人的面头前，特别是伫咧老爸老母的面前，特别乖。但是若离开父母的眼界，跟同才同学做伙时，就变甲真大尾。这个囡仔，拢只有上帝对因才有办法。真侪父母伫咧管教囡仔时，嘛会烦恼啊！我安尼教囡仔以后，毋知影有家己照顾家己的能力无？或者是家己趁钱养饲家己的能力无？父母的烦恼常常就变做杂念，甚至互囡仔感觉真烦，嘛感觉伤过严。嘛有另外一种的老爸老母，是伊细汉的时，互人管甲伤过严，所以就讲我以后绝对无爱用这个方法教我的囝，我要甲伊疼。就亲像我头拄读的迄个妈妈，一直要甲伊弥补，要互伊过好日子。这种的方式来挺成囡仔，造成囡仔伫咧个性上嘛会软正，嘛会依赖伊的父母，无法度承担压力。圣经嘛真侪故事，拢是咱教育上介好的教材。咱若想到以扫甲雅各的故事，咱就知老爸疼大囝，老母疼细囝，带来厝里的一寡温怨，造成了真侪家庭的问题。所以，当咱有遮尔宝贝的圣经，咧甲咱教导的时，咱爱放伫咱的心内。当咱咧教导咱的细囝的时，
咱爱用公正、公平的心来对待因、款待因，佮爱用上帝公平的标准来教导因，互因互相的关系就会那甜蜜，无伫个竞争的中间。安尼，爸母老的时，伊的心才会当得到安息，因为伊的囡仔就袂搁再伫遐吵吵闹闹，为着送要得到爸母的疼。上帝所爱的，伊就会管教。咱若听咱的细囝，咱嘛爱用时间伫因的身上。如果有人即摆含着伫个教育或者是咱个人的问题在受苦的时，基督徒的价值观无共，会抓准即个苦当作是咧食补，会感觉这是上帝搁要互我一个新的挑战、新的功课，要带我进入搁较悬、搁较宽的境界。对上帝来的管教，是互咱的伤口上介细，效果上介大，就亲像即摆所谓微创手术一样。上帝对咱管教，常常是敢若咱家己知，别人拢毋知，但是咱就得到好处。如果咱毋肯来听上帝安尼一摆一摆甲咱教导的时阵，等代志舞大了后，世界就无咧客气啊！世界互咱的痛苦会比上帝来管教搁较严重。所以，愿咱每一个人拢会珍惜。拢爱来珍惜上帝对咱的管教。教会教育毋是干那互囡仔尔，咱大家在座的每一位，嘛拢需要互上帝搁再来教育咱。无论伫教会所安排的查经班、主日学、逐种的讲座，甚至网络上拢会当得到你想要爱受装备的一寡影片。所以，咱来想想，互咱家己的心有一个刻薄的心，咱就会得到上介好的福气。愿咱一世人拢行伫基督耶稣的信仰顶面，互上帝来引带咱，嘛将咱的细囝带来教会，互上帝成做因的上帝，互因的人生会当蒙福。咱做父母的才会当得到安息。这是咱当心来祈祷。慈悲甲怜悯，阮的天父，你知影阮的软正，有时阵阮想要做，阮却做袂到，阮无爱做的，偏偏拢去做。主啊，伫今早起，阮阁一摆向你来呼求，求你帮助阮，伫对的时阵，阮来坚持；伫毋对的时，阮就爱厌恶，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，无搁再闪避。主啊，帮助阮紧紧度过这个征战、这个苦难，互阮靠着你刚强起来，互阮知影要安怎教导阮的细囝。阮嘛要求主，伫阮教了伤过头的时阵，阮伤着囡仔的心的时，你亲自来成做因的安慰，甲因的鼓励。当阮教了无够严的时阵，互囡仔伫外口造成了别人的无方便的所在时，主你嘛亲自来引带因，互因知影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更较侪朋友，才会当互逐个人来学乐。主，阮做袂到的所在，阮知有你，阮就有愿望，阮就将阮每一个兄弟每一个人家己，含阮的细囝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嘛将阮相连教会交伫主你的手里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